我哋都好感激咧，大家禮拜六朝頭早都願意抽出呢個時間親身嚟到敢聽敢講2025社交情義教育研討會，做極都未見到成效，學校點先可以有效實踐社交情義教育？我哋咧就同 Just Feel 合作，招募咗300幾位家長同埋同學，咁就睇翻佢哋社交情緒技巧啦，咁就包括 Castle 嘅5大範疇。咁我哋睇到嘅咧就係學童嘅社交情緒技巧咧，同人際關係息息相關嘅，而人際關係咧同幸福感咧又係好有關係。小朋友學啲咩嘢唔係書本教佢啲咩嘢，而係佢睇身邊嘅人係點樣表達。喺家庭嘅環境裏邊，如果佢哋爹哋媽咪都係唔會講自己嘅感受，喺學校環境裏邊，老師校長都係講一啲好偉大嘅理論，但係永遠唔會講自己。其實佢哋一樣咁樣學佢哋個表達嘅方法。我哋大人唔單止要咁聽，其實我哋都要咁講。學校做社交情義啊、精神健康啊、價值觀教育等等呢啲範疇呢，其實唔可以單打獨鬥。我哋係需要呢，係有協作機構、有心有力嘅協作機構同我哋同行。Just Feel 咁講係首間結合善意溝通同埋社交情義教育喺本地學校系統性推行嘅機構。我哋又非常重視同學校嘅核心團隊，而核心團隊呢，必須要有管理層，同我哋可以一齊去規劃到學校嘅同理心校園文化，點樣 engage 到老師、家長、學生三方持份者，帶嚟文化同制度嘅轉變，令到學生願意講、夠膽講。先處理心情，再處理事情。呢個咧其實係好重要嘅一種習慣。Just Feel 有一個好重要嘅位咧，就係同學校一齊行，唔係我做好咗一個 program， 然之後咧你嚟參加啦咁樣，而係希望係同學校同行嘅。其實小朋友一路成長，佢哋都會有一個越嚟越多嘅壓力，會越嚟越多嘅困難。Just Feel 係做緊一啲好有意義嘅事情啦，係真係會照顧到老師同埋家長嘅需要，令到佢哋去執行嘅時候嗰個困難係會降低咗，咁令到個參與度係大大提高啦。見到好多同事咧已經係好 buy in 咗 Train the Trainer 呢套理念，以至到咧佢哋真係去同我哋學校去實踐嘅時候，嗰種嘅 passion 咧係會感染到咧要參加嘅學校咧都要一齊要咁樣去同行咯。咁所以係非常欣賞你哋嘅。咁希望呢，我哋可以一齊攜手同學校共建一個同理心校園文化，使到學生呢係一個有安全感、歸屬感嘅校園成長，同我哋老師、家長、學生一齊敢聽敢講。先處理心情，再處理事情。